歡迎收聽 Here Observe True， 我哋專注真實、理性分析新聞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價值，請訂閱、點讚，或者點擊資訊欄請我哋飲杯咖啡，支持我哋持續報道。由所人到所錢，案件進入第二戰場，5650萬變1.27億，資產追討升級內幕。講到近期最銀碼級升嘅案件之一，唔少人都留意到黎智英呢單案。唔止判刑夠重，連資產都成為焦點。去到2026年4月21日，最新發展係香港律政司已經正式向法院入稟，申請沒收黎智英一批被指同案件有關嘅資產。講到錢，大家最關心當然係數字。坊間之前成日見到嘅數係5650萬港元，不過呢個數其實只係冰山一角。最新文件顯示，政府今次申請充公嘅總金額超過1億2700萬港元。簡單講一句，由幾千萬升級到過億，可以話係由中型樓價直跳半山級別。咁點解會有咁大變化？據了解，當局認為相關資產可能涉及資金運作、支持活動等等用途，所以希望一併處理，唔留尾數。而法律上，政府係根據現行法例條文提出申請。核心概念就係，如果資產同罪行有關，就可以申請沒收。當然，重點嚟啦，唔係申請就等於一定成功。最終點樣判，要睇法院點樣裁定，包括資金來源、用途、證據鏈，全部都要過關。講返成件事，其實已經發展到一個幾完整套餐嘅階段。先係刑事責任，再到資產處理，由人到錢，一條龍跟進。有人就形容，唔止人要負責，連戶口都要交代。不過，坊間亦有另一種聲音，有人會問，資產界線點劃？點樣證明每一蚊都同案件有關？呢啲問題，最終都係交返俾法庭去拆解。再睇返整件事嘅節奏，由最初拘捕、審訊，到判刑，再到資產申請，一步一步推進。如果用一句貼地講法形容，由鎖人變鎖錢。而且仲要鎖到幾多？暫時睇係過億級數。對於普通市民嚟講，可能最直觀感受係，原來案件影響可以由個人自由延伸到財務層面咁深。亦有人半開玩笑講，呢啲唔係普通追訴，係法律級別嘅清倉行動。最後提大家，目前只係申請階段，未有最終裁決。之後法庭點樣處理，會唔會全數批出？甚至會唔會再有變數，都仲有戲睇。多謝收聽 Here Observe True， 請記得點讚、訂閱同請我哋飲杯咖啡支持。你嘅行動係我哋維持真實報道嘅動力。下集見。